咁我哋 studio 咧，其實由最初到而家咧，都基本上都係圍繞做同一樣嘢，就係用 3D 打印咧做咗一啲關於澳門文化相關嘅模型，然後再將呢啲模型作為產品去賣嘅。由最初第一個產品，咁慢慢做到幾年後，而家呢個狀態就差唔多都有幾十到100個產品嘅。基本上每一個模型都會行嘅部分就係有取材啦、設計啦，同埋去實際打樣呢3個步驟嘅。咁我哋一般嘅 2D 打印機咧，就好多時候就係一張字一張字去印一啲需要嘅畫面。咁我哋 3D 打印機咧，其實就係將我哋 2D 嘅一張字一張字更加數量化嘅。例如我哋係將一個立體嘅圖案，將佢按住一個可能1張字咁嘅厚度，將佢分成可能幾百層啦，或者1000層，然後再一層一層按住嗰個分割面去打印成個立體出嚟嘅。我哋做咗愛都酒店嘅模型之後，跟住就好多人關注我哋做嘅嘢，咁所以我會覺得愛都酒店係我哋而家咁多個模型咧。提起嚟咧，我係比較深刻。咁主要係因為佢對我哋嘅 studio 影響比較大。咁第二個比較深刻咧，就係製作嘅難度。大概應該係前2年推出嘅大三巴牌坊模型。我哋做呢個模型之前咧，就確定咗係要盡量還原嗰個大三巴牌坊嘅細節。所以我哋基本上係用咗半年時間喺設計同建模部分嘅。由最初到而家都抱住一個理念嘅，就係想用多啲唔同嘅載體或者媒體，將澳門文化啦，或者關於澳門嘅回憶咧，去帶俾其他人嘅。